台中泽温的事故嘛，互大家真关心泽温意外应变哦。台中泽温是无人驾驶，比较高运量的高雄泽温红橘线车顶是有司机，车顶哦嘛有设紧急停车的开关，月台嘛有。也毋过哦，台中泽温的月台无即种紧急应变的设备。 车门一拍开，保全人员守伫月台边仔，确保民众上车落车的安全。甲中捷的无人驾驶系统无共，高捷红柑线甲北捷桃捷同款是高运量的运具。列车对关门、发车到驾驶，拢由司机员操作。若发现状况，就袂发车。司机员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注意我们前方轨道的相关的状况。那如果有遇到前方有异物的时候呢，那司机员他可以立刻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之下，改为手动介入，不管是减速或者是紧急停车，都可以由司机员来完成。高捷列车甲铁基路无设义务侦测的系统，但透早发班进前会先巡逻铁基路，万一车驶的时阵，司机员发现状况，会使试驾驶台的红色紧急停车开关，互列车停落来。月台嘛有真侪紧急停车的开关，互政务人员甲乘客使用。推开盖板，然后呢，直接做按压的动作就可以了。那所以就是就算是一般的旅客，他判断有紧急的情况，也一样可以按压这个按钮。除了会使紧急停车边仔，阁有对讲机，会使通报服务台，有相关的紧急措施，嘛，互乘客感觉较放心。确实就是有紧急状况的时候，会比较就是可以临场反应这样子。中捷事故引起外界对台中捷运系统紧急应变的好奇甲重视。高捷表示，相关设备每天拢会测试，各单位嘛会定期演练，确保工作人员会使用上好的状态来安全运送乘客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